杰，你不要脸！你疯了吧？说是出来谈生意，怎么谈到酒店来了？你疯了吧？我客户还在这儿呢。客户？我看是出来陪你一起玩女人的吧？你，卢杰，分手吧！记住，是我苏青不要你的。关总，不好意思，他就是个没文化的泼妇。酒，别喝了。